为了宣传第11届将军后，市府伫宣传记者会中邀请新营的查某囝林怡伫现场自弹自唱，并推荐台南滨海美食蚵仔面线。伫讲到台南的美食，其中为贴一张台嘛展现美食代言人的功力，小解无共手法所主家宴前蚵底定特色美食。大北门区七股将军西港对嘉里学甲北门都是海鲜又海鲜。对啊，所以林颖才知道说我们市长那么会吃播，就他不会胖哦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哦。今天听到最好的。经过了解，将军后应该在伫市府甲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合作，已经是全台5大应该在之一。特别到了后来尾声，欢迎大家来吹海风、听音乐、吃美食。今年也特别加码，连续2天伫演唱会结束以后，释放6分钟精彩宴会。基本上将军吼，它已经是有品牌了，我们而且跟我们云嘉南风景区管理处都做很好的合作。那不管是文化上，不管是美食，不管是交通安全维护，或者是现场秩序，我们都做最妥善的安排。也希望大家快快乐乐的来将军吼，平平安安的回到家。但是呢，千万不要错过，路过经过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将军吼。尤其今年的8月27、8月28 2天，可以说在暑假假期的尾声，但是绝对值得您来。有许多这个厉害的艺人，有许多好吃的美食，都在将军吼将军渔港等着您哦。欢迎大家来到将军吼音乐节。今年音乐节将邀请曾沛慈、田雅霍、李佳欢、潘玉文以及韦礼安再来龙班的好歌，邀请8月27、28做回来将军渔港。台南新闻军及何秋芳采访过的。